哪里呀？好暗哦！青天一阳哎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啊，都是阿妹乱带路啦！哎，用烦嘞！你们怎么在哭啊？天太暗了，我们从这迷路了。冇着急，冇關係啊！我請嘅好朋友 Firefly。哈 ，Firefly 係乜機啊 Firefly 就係火焰蟲。哦，哇，怎麼有暗多嘅雞雞蟲啊？鸡鸡虫是什么呀？哦嘿，嘿，鸡鸡蟲啊，就係 Firefly 鳳音蟲的另外一種學名哦。大家看，Firefly 係咪開始 bling bling 咧？啊，冰冰，阿哥，你要吃冰哦，還是你要找范冰冰、白冰冰啊？係啦，bling bling 就係閃閃發光意思。大家趕快跟鳳音蟲一起 fly high！ Fly high， 嗨，阿基，你穿到快海了哟。阿妹，這個下就講 fly high 係飛高高嘅意思。所以你下指導牆所有小朋友，讓 Firefly 向下 fly high。等下，阿哥，我喊空重要耶，一定呢要幫我們訂閱、分享、按讚，Q 哈共哈吧，我們就下次見嘍，拜拜，再會了，拜拜。